大家好，今集有我 Kitty 同大家睇靚盤。一年容易又過去，唔知大家新嘅一年有啲咩嘅期望呢？我就有啲做咗人父母嘅朋友，日日望住屋企嗰幾個化骨龍越嚟越大隻，諗話可唔可換樓喎？喂，換樓喎！除咗睇本身嘅單位之外，最緊要咧就係佢嘅交通同埋佢嘅校網啦。同時要滿足到大人同埋小朋友嘅需求，真係一啲都唔容易㗎。今日我哋嚟到將軍澳呢個區，大家一齊睇下呢度符唔符合到我哋嘅要求啦。Let's go！講到明換樓，梗係集中喺啲大單位啦。將軍澳所處嘅西貢區就係供應之冠啦。以將軍澳區內指標屋苑為例，將軍澳中心同將軍澳廣場總共7400幾伙，全部都係2房或以上戶型。如果想要樓齡新啲，澳南即係近海皮位置都有唔少選擇，例如將軍澳站上蓋大型屋苑天駿系列，樓齡8至14年，全盤總數超過3700伙，主打3房同4房。樓齡8年嘅 Monterey 標準戶由開放式至4房。當中2房同3房單位佔超過60%。我哋今日嚟到嘅 Savannah 樓齡係有9年，有超過600伙，有2房或以上嘅間隔，佔單位嘅總數近80%。我哋而家即刻上去睇下啱唔啱心水啦。今日嚟到嘅單位面積近940尺，係4房1套連工人房間隔。業主買入之後主要做咗啲家私，因為住咗一段時間，所以新買家可能要打理一下先搬入去。單位有個闊身嘅玄關位，見到業主整咗塊全新鏡，其實第時喺呢度整張矮啲嘅凳換鞋都冇問題。玄關隔離就係廚房，呢度都幾闊落，做咗個 U 型工作台，有煤氣爐同燒烤爐、焗爐、蒸焗爐等呢一啲嘅電器全部都齊。再入嚟客飯廳，呢度呈長身。多人住，雜物自然多㗎啦。而家兩邊牆都做咗櫃，近大門位置有 C 字櫃。飯廳呢邊有啲展示櫃放雜物嘅空間。跟住平台呢一邊嘅客廳做咗個電視櫃，電視掛牆擺，對面放到張2至3人嘅梳化。呢個單位最大嘅特色就係有2個大平台，其中一個黐住客飯廳，面積近270尺。呢個平台向東，視野係咪好廣闊呢？下面有單車徑，仲望到海添。主人房喺客飯廳中間嘅暗門後面，而家做咗單邊落床，留咗位放化妝台同2個衣櫃。套廁有浴缸同淋浴，雖然冇雙洗手盆，但係做咗 L 型洗手台，可以擺多啲嘢。單位其餘3間睡房同埋廁所都喺呢條走廊度，而我左手邊呢2間房分別係50幾同埋60幾尺，都可以做到單邊落床。比較特別嘅係走廊最盡頭呢間房，佢嘅大細僅次於主人房，做到2邊落床之餘，床背仲擺到個到頂大衣櫃。呢度都有一個平台喎，向北會望到大片草地。客廁同樣都係交樓標準，淨係得浴缸啫。同大家講埋個校網啊，將軍澳區屬於95小學校網，喺校網區裏面有23間係官立或者係資助嘅小學，有近1800個統一派位學額。喺2024年獲派首3志願嘅成功率大概係71%，喺全香港嚟講屬於中等水平。雖然區內冇傳統名校，但係都有一啲教學質素好嘅小學，例如將軍澳循道衛理小學、將軍澳天主教小學口碑都好好，仲有播道書院呢一啲一條龍直資學校。小學升中學嗰陣唔使咁大壓力啦。中學校網歸返西貢區，因為英中比例較低，所以唔少人都會跨區返學嘅。交通方面，以前加士居道天橋同埋將軍澳隧道成日塞車，但係隨住將南隧道同埋中九龍繞道先後啟用，情況已經好咗好多啦。而6號幹線亦都有望喺今年年中可以全線通車，到時候呢，將軍澳出返油麻地，由車程65分鐘大減至12分鐘，真係方便好多啊！
講咗咁耐，唔知大家對呢區有冇啲咩睇法呢？有冇將軍澳人喺度啊？不妨喺下面留言同大家分享下啦！入伙會繼續帶大家走勻全香港。如果想睇到更加多嘅靚盤，記得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咁就唔會錯過最新嘅資訊啦。下集見，拜拜。